吗？实体前贤。可以的。好，感谢慈悲。请问美纯讲师有看到后学的 PowerPoint 吗？有，现在是心经的 PowerPoint， 对不对？是的，谢谢，感谢慈悲。好，各位点传师，好，各位点传师，各位前贤晚安。那我们一起来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物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朝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栓一马念无声。
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道士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即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收。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3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2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3灾8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
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栓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莲红发显神通。车体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1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悲轻。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3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序，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
朵朵金莲去超生。适得西来白杨子，香儿点帖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拴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曹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莲弘法显神通。车气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即下生，收服难言归正宗。来往造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首，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回向文，姓氏江美纯，弟子赵长明，姓女洪诗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黄堂族大德，恳叩祈求弥勒祖师、南海古佛、济公活佛、月慧菩萨、慈悲做主，愿黄堂族大德
愿黄堂主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往生西方弥勒净土，回归老母怀抱，回归老母怀抱，愿生弥勒净土中，愿生弥勒净土中，莲开便见慈尊容，莲开便见慈尊容，即得不退无上道，即得不退无上道，再随菩萨下阎浮，再随菩萨下阎浮。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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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感谢慈悲，感谢各位前贤、各位点传师，大家晚安。谢谢美纯讲师导感谢读，蒋老师各位慈悲，前贤大家晚安。感恩哦，感恩父亲的慈悲，各位前各位贤大家晚安。来，点莲师，各位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各位前贤的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再见哦。神灵任好，红灵任好，晚安晚安，再见哦，晚安再见哦。神灵任好，晚安晚安，再见了。愿将以上的一点功德，还有网络电视台的经营网络电视台的一点功德，回向自己的舍弟，回向舍弟自己的弟弟赵天顺祈愿仙佛慈悲弥勒祖师慈悲帮助舍弟赵天顺往生弥勒外院净土。感恩上天慈悲，感恩祖师仙佛们慈悲。